肚餓壓力大，加班海豚忙到呆啊！表面好風光，但你又知唔知呢班打工仔背後嘅辛酸啊？佢咁樣鏟上去，要俾人哋摸佢嘅話咧，其實本身係一個好大壓力嘅行為，因為佢要成個身體壓落去嗰個平台嗰個邊緣嗰度，即係基本上壓住啲內臟嘅嚇。咁應該對佢嚟講係好唔舒服嘅。出盡力如奔，做咁多非自然工作，只為佢哋手上嘅一條魚。如果我唔俾條魚你嘅話，即係如果你唔表演嘅話，咁咪即係其實你冇嗰條魚咯。咁某程度上咪即係變相嘅懲罰咯。大家睇得咁開心，但除咗見到佢哋有增無減嘅表演，仲有咩得着呢？淨係呢個表演咧，本身就同呢個教育係背道而馳嘅。你去海豚表演嗰陣時候，你得到幾多嘅教育資訊呢？你知唔知道嗰啲海豚係咩品種？喺邊度嚟？佢哋平時喺海裏邊係食啲咩魚？佢哋嘅生活習性係點樣？佢哋喺野外面對嘅威脅，呢啲完全係冇嘅。查實點知班海豚啊，6隻海獅一樣大把應酬。09年試過壓力大得滯噶啦，發爛渣咬訓練員啊！講咗咁耐，有冇覺得作為打工仔嘅你，同佢哋有幾分相似咁呢？大老闆海洋公園為咗賺盡人仔，將佢哋變晒搖錢樹。咁其實即係海洋公園，其實係咪即係唯利是圖呢？佢係咪為咗追求嗰個遊客嘅數字而去犧牲佢動物嗰個福利呢？冇計啦！海洋公園77年開業以嚟，曾經試過盜蝕2億幾，但到03年開放自由行，靠住一班強國人鹹魚翻生啊！話晒都係救命恩人，仲唔出盡力為人民幣服務咩？而家係咁擴充新景點，不過同保育完全拉唔埋欄咯。好似冰極天地咁，日日開行1000部冷氣，消耗能源，多謝佢啦。一班唔多適應香港氣候嘅動物，咪受晒咯。仲諗動物行先啊？變晒啦！